后来继续来看行政院前发言人丁一鸣，因为牛肉面的风波，到台北市中正一分局来做笔录，所以疑似有特权，引发到大风波。中正一分局的分局长陈明志的查囝，唔甘的爸爸受到外界批评，伫 IG 是法官那篇情绪的大文内骂媒体，结果过来引发到另外一个事端，讲这个查囝是网络明星。 捌来拍摄到台北市警察局相关的影片，有袂少人质疑，伊是靠着警察老爸来得到好处，因为伊当时帮台北市交通大队来拍年度的宣传底片，所摕就是老爸陈明志做交通大队长的经费的预算。他下班不是要骑车回家？那你为什么在喝酒？ 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推出4支宣传影片，内面拢有共一个女演员作为反酒醉骑车、赛车反违规。伊其实是当时的交通大队长陈明志的查某囝叫陈佑敏，而且承包的人拢是因查某囝朋友林文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林先生当然是这个小女的男朋友哦，但是这个价钱说真的，这个1万块。 跟什么利益输送，这个没有到达那样的地步了。唔知影确实有参加演出，这款讲法可能真少人会相信。虽然影片经费无超过10万块，无需要公开招标，不过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回避法有规定。二等亲来亲属的金钱交易处置的利益应该回避，就算签约是朋友工作室嘛无应该，因为会互人感觉无好。本案呢，本局请杜阿市深入调查，如果发现不法。 决议严办。为外宣传影片的费用，拢互家己人的朋友赚去，引起争议。市警局正式出面讲要合法调查。